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举办第2届歌上星全国歌戏曲调大赛，8月7日开始报名。今年特别增加这团体组，鼓励时代顶好带少年辈或者是少年人组队来参加，希望大家做伙来唱歌戏。由歌戏界天王邓美云甲陈昭雄领唱歌上星的主题歌，徛伫后壁这14位是去年比赛得奖者。因为少年辈到专业的演员拢有，歌戏是台湾重要戏曲。这参赛者自细汉受到时代影响，到大汉啊，嘛希望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会当尽一份心。所以爸母的身躯边伫咧学歌戏，所以歌戏算起来是我的根，嘛是我做热爱的一个工课甲兴趣。自2岁就甲阿妈看歌戏，阿妈就发现，为什么我伫厝内拢伫咧妈哭啊？看一出歌戏嘛有3点钟。今年比赛佮延续去年，除了少年组、成人组甲专业组，佮特别增加团体组，鼓励时代少年通组队来比赛。另外，今年佮推出歌上星的主题歌，以现代曲风为主，互一般民众通用流行歌的方式来接触歌戏。文化部表示讲，学台语上好的方式就是唱歌，比赛就是要互更较侪人介意歌戏。欣赏歌戏，唱歌戏调的时阵，含在会当学咱的台语文。伊真正毋是咧比赛，是要大家拢来唱歌戏。因为会晓唱一个歌戏的曲调，伊甲歌戏就连结。伊后摆佫看到歌戏的时，伊就有兴趣。今年歌上星全国歌戏比赛初赛报名是为8月7日开始，希望透过比赛用趣味活泼的歌戏，让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传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荣高雄报道。